即马大家拢真该去泰国佚佗，不过大家注意咯，当年1月到3月是泰国空污上严重的时期。15泰国的清迈空气品质指标就压价超过200，是非常无健康的等级。所以嘛，提醒大家，若要去泰国，这喙暗就要早好嚼，刮好好。市区一片雾茫茫，观景台顶悬翕相游客，啥物拢看袂清楚。在泰国北部的第2大城清迈，是受国际旅客欢迎的观光胜地。不过，这个月15，月都市拢是互有毒空气打掉的，危害居民健康。连对故乡清迈这组的前总理戴克辛也指呼刮喙暗甲民众互动。ทุกปีมีแบบนี้อันนี้ยังไม่ค่อยเยอะเท่าไหร่นะมันจะมีเยอะกว่านี้มากกว่านี้อีกหลาย10เท่าอ่ะ。每年顶末年，泰国经济都市常常伫严重的雾霾当中，尤其是北部地区，受森林火灾甲农民烧稻草的影响，空污问题真歹解决。这礼拜五，清迈空气品质指标阁超过200，属于非常无健康的等级。法新社报道，即马因为空污得到肺炎，肺管炎这疾病，泰国人愈来愈多。今年到3月初，差不多160万人接受治疗，比去年同期增加30万人。 ถ้าไม่ใส่แมสอย่างเงี้ยบางวันที่หนูไม่ได้ใส่แมสก็จะโดนควันแล้วบางทีกลับบ้านไปเงี้ยมีผดขึ้นที่แขนอย่างเงี้ยค่ะหรือแบบหายใจไม่ออกหรือแบบคันจมูกอย่างเงี้ยค่ะ 泰国总理赛塔去年上任表后，就将解决空污的问题列入重点项目。近1月国会也一度通过蒸汽空气法草案，不过有个专家无看好这项法案。德国之声指出，首都曼谷地区交通甲工业废弃物是主要污染源，农村地区禁止烧稻草，不过安尼做恐惊会互农业生产成本提悬。泰国法律也无可能要求共款收农业废弃物的计别个会遵守规定，所以无法度防止雾霾超过国界。公司新闻，杨干平业。